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点名台湾等国家讲有电子零件袂去落实啊，互因制造飞弹，咱的经济部也出面回回。即马战争拢爱使用无人机，咱国内有业者和美国两间公司合作，伫台湾打造飞航供应链，打造军规无人机，争取国际订单。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市民区和业者食饭受人招待，违反形象，向以上警戒，惊宣判罚薪水2个月，大约是30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俄乌战争到当时还未结束，不过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近伫咧世界经济论坛时阵，特别点名到台湾、美国、欧洲等国家，即支讲有这电子零件袂去落实啊，帮助因制造飞弹。咱的总统赖清德除了是希望讲伊会当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强调台湾和乌克兰的人民是徛同边的。咱的经济部就强调讲，对2004年4月开始，台湾的晶片和工具机就无出口去到罗西亚。台湾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强调台湾对俄乌战争立场明确，绝对无容忍任何协助侵略者的行为。不过，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点名台湾电子零组件流入罗西亚军工体系，赖总统嘛亲身背会。But not only China. Russia gets components from companie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请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把讯息给台湾，我们愿意加强管制，透过第三国，同时隐藏最终目的的商品。避免进入俄罗斯。对这代志，经济部嘛讲，为罗西亚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咱国家达到6届扩大管制货品的清单。为国务署的资料显示，那2022年3月采取严格审查，今年5月又扩大适用伫白俄罗斯，佮大幅度提高违规出口去2国的罚则到15倍，也佮要求厂商出口去附近国家，像土耳其、阿联、中亚等国的时阵，嘛必须切记袂使转运去罗西亚。强调咱国晶片甲工具机，电话为2024年4月开始已经无出口去罗西亚，立委是提醒，上麻烦的无法度确定是出口了后，透过第三地流去罗西亚等受管制国家，要求经济部甲国安会专案清查，强化最后用途甲使用者的追踪。不肖的厂商，那可能透过在第三地转单、拆单、转包等等的各种方式，让他们来去应用在这些军工体系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被谁用，那可能会转到谁，这些也都要纳入治理的范围内。台湾迄今以6度扩大管制清单，将3300个俄罗斯实体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然而，美国、欧盟或台湾都同样面临有恶意第三方将受管制产品蓄意以不法方式转运到俄罗斯的可能。我国也一直持续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外交部讲，伫俄乌战争，中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罗西亚关键协力者，呼吁国际社会做伙重视，也毋望俄乌战争早一日结束，互乌克兰人脱离战争甲苦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昨是表态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回应自由毋是免费讲法，向在野党发声，希望这特别预算要赶紧来审议。若当咧台湾访问的美国参议员介耶哥会面赖总统的时阵，也特别讲到，美国欢喜看到台湾加强投资国防。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总统赖清德回应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支持台湾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讲法，不过伫国民党、民众党人数优势之下，第8摆做着封杀，无到呼吁审查。赖总统搁再向在野来呼吁，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对国军最好的支持，也是爱护国家最好的表现。因此，敬请在野党不要再挡了，应该让国防特别预算尽速审议完毕。我们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自己要捍卫。纽约时报更加报道，台湾朝野政治攻击，恐惊引发外界怀疑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美方可能因此更加对在野党施加压力。正伫台湾访问的民主党籍美国参议员介耶哥甲赖总统见面时，也特别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真欢喜看到台湾加强投资国防。It has been very much noted
among senators in D.C. about your proposed budget. The fact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put hard dollars into your defense, it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认为有预算金额真大，老总统应该先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说明。相关提案也伫23议会通过。同时传出民众党团下礼拜家己提出军事顾问特别条例版本，不过国民党团态度较保留，有安的观察。我们的立场还是就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能够来说明并接受质询。其他的部分的各种可能性，国民党本来就在研商当中。 也跟民众党会有相当的沟通。对于详细的内容、项目、规模、期程以及裁员，都是立法院要慎重来讨论的。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总额8387亿美金的国防拨款法案，内底授权10亿美金用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也编列1亿5000万美金，替换甲补偿提供予台湾的国防物资。法案后续送往参议院，预计下礼拜复会了后进行表决。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流亡来到台湾的香港人唐伟雄，去年11月20日，香港政府对伊发布通知，想未到过2天后呢，伊伫咧树林一间假泰军的工作室被破邮册。刘伟辉表示讲，这2个嫌犯犯案了后，随出境登去香港认定是这中共派人来到台湾甲伊警告的，强调会查到底。 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伫2022年，和太太做伙搬来台湾的香港人傅唐伟雄，踮台湾嘛持续参加声援香港的行动。香港政府伫去年11月20日对伊发布通知，第3天后，伊伫树林的太空工作室路人破红擦。他就从这边直接拉破，我这面墙壁这一面。 全都是油漆，我们看到上面红色的好像一个拳头，然后下面我们看到好像有3个 F， 是不是好像有点 fight for freedom 的意义？时间经过2个月，大门甲壁顶的红擦阁真清楚，傅唐规甲红擦设叫做装置艺术，建议伊坚定退香港出声的决心。伊嘛讲，破红擦就是要互伊心内会惊赢。 嫌犯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犯人进前北京要来问泰军的课程。要进来看了一下，聊了一圈，楼下的摊贩大哥跟我讲，就是他前几天也有过来，这个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是如果 停下来发新的说话，会让他们更加的过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以早爆发新界几若件香港人伫台湾受攻击的案例。2019年，香港歌手何韵诗参加游行去用破红擦。2020年，铜锣湾书店重新开幕的时候，嘛去用破擦。协助在台香港人的餐厅保护伞，国家是去用破垃圾物件。这几案的嫌犯拢是台湾人。刘伟讲，这2个嫌犯是犯案了，坐飞机转去香港。他们这一次付出 的成本是蛮高的，以后也不能来台湾，其实有一点不合比例的。会不会是他们其实有一点在试台湾这一边的那条线在哪里？严正警告任何协力者，若配合中共对台威胁、渗透及破坏的行为，台湾政府一定依法严惩，绝不宽待。刘伟讲，这是一件中国指挥香港人来台湾做跨境镇压的案件，严厉警告讲，对相关行为绝对无放煞，强调会全力侦办，依法严处。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市民区顶年甲大同前董事长吴乃仁，搁再邀请4个检察官做伙含中人食饭。这食饭钱要到6万块，拢是中人出钱的。外界也质疑讲，敢是伫咧抄代志咧？这检察官的评鉴委员会认为讲，代志逼出来了后，市民区即甲钱转予伊的朋友，违反检察官的形象，报请法务部移送庭戒。今仔日宣判罚薪水2个月，大约是30多万。 餐厅外口有讲有笑，去年底这个餐会由人的中介业者请犯下带汤卖地案，互人判有罪定案的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做伙食饭的，还佫有北检检察官市民区顶在场，引起风波。而且我要6万块的餐费全部是业者付钱。这个案经过北检调查，检评会决议，甲市民区移送庭戒法院，专案23宣判，市民区互人判罚2个月薪水，还佫会当上诉。
背负惩戒人上述的行为有损检察公正廉洁的形象，已经违反检察官伦理规范，有惩戒的必要。背负惩戒人的违失情节尚未达到不适任检察官或公务员的职务而应予汰除的程度。专案规定的时阵，虽然市民区会室内表示会合法反省，不过嘛当庭表示，颁布10多年的检察官伦理规范，限制检方的正常社交礼俗标准，金额上济3000，早就无下期待。面对目前物价这么悬，讲有调整的必要，若无会致使全国1400个检察官拢有犯案的危险。即马伊的相关行为也是互法院认定有违失。检察官在台湾就是具有就是侦查犯罪，然后必须要可以受到社会信任，要有公正的形象。所以就这部分的话，不论受招待金额的高低，其实就交往的部分，还有就交往中所谈的内容，其实就要特别的谨慎。其实除了市民区迄天在场人，还有北检其他市的检察官，因为事先拢唔知影，到尾也无互检评会议上。民间司改会认为，无论交替金额多少，检察官比一般的民众讲甲做必须更较注意，一定要会晓准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最近真侪乡镇拢有普发现金，希望刺激消费。那平湖县的这个白沙乡代表会已经通过专项普发现金1万块，明仔载后日会开始发，公所也传1亿的现金啊。讲到6都呢，目前拢无规划，嘉义县、新德县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无法度发放。目前平湖的望湾也拍算要普发现金。昔日摕有纸票的包裹，工作人员一袋一袋赶入去公所，边仔阁有真侪警察在介护。金额比对了，就开始点钱，家己装入去红包袋内面。平湖县白沙乡大会正正通过专项发放振兴经济礼金，只要2019年12月26日下班进前设籍伫白沙乡的居民，拢会当领到1万块的现金。按算的伫这个月24、25两天来发放。今天作业完之后，明天。会白沙乡的15个村会同步开始发放。公所嘛提醒讲，这摆普发有提领期限，上班4月30进前爱去领，超过时间就当作是放弃。刚好要过年了啊，就是加年菜啊，然后帮小朋友添一些那个新衣啊。没有，都是存起来就对了，到时候再说。平湖县望安乡嘛要伫后礼拜来提案，对白沙乡来普发1万。小心！新德市同款要伫24发放5000块的消费现金，总金额要20亿个纸票，23个动员700个警力来保护这个钱含点交现金。另外，还有嘉义市嘛按算伫24、25两天发放大家人6000块。嘉义市普发的总经费差不多15.8亿，嘛，互警方心加大意。对去年开始，各地少年社拢加普发现金。嘉义县义德乡、梅沙乡等10个乡镇市拢通过提案，会少年社发放2000到6000不等的现金。南投县、新德县嘛有，加上平湖县、白沙乡和嘉义市、新德市等所在，超过100个乡镇市公所拢来加发钱。但是全国包括6都在内的大多数县市，拢讲因为经费的问题，未对得加入普发现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一台三立电视台采访车雄雄弄入去中华银行吉利分行，造成10个人轻重伤，大部分呢是去银行办代志的含过路人，其中有3个重伤昏迷，加在拢有恢复意识。警方初步调查，这40岁驾驶无食酒，讲是采访车失去控制，敢是这驾驶有精神等问题？这部分阁需要调查。这台白色三立采访车驶过大路，向愈开愈紧，驶向主要大路，却是失去控制，冲出去，冲入去银行。现场拢甲乱糟糟，防锁线又加改变，毋但车是严重变形，银行也因为弄伤大力，弄一空有够大空，天棚的管线拢流出来 ，ATM 设备也歹去。这个车祸事故总共10个人受伤，伤者除了司机甲乘客，其他拢是银行的客户、甲经过骑车的人、甲过路人。其中3个人重伤，一度昏迷，加在抢救了后，就已经在人了。那他的说法，初步就是转述是机械造成的问题，是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呢，还是他的精神恍惚，或者是他的一个操控的失当？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
监视小组到现场来采证，造成事故车辆是三立电视台的采访车，60外岁姓林的司机23下晡3点外，在一个摄影记者出来，却是伫采访中途出事故。经过台北市一江过甲南京东路口，弄到中华银行吉林分行 ATM， 更加一路弄入去银行内底。警方初步调查，司机无啉烧酒驶车，伊讲车失去控制，也毋晓是毋是细心这原因，也等待调查。1、2楼看起来都没有实质的损坏。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缝，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支撑，只有一些这个砖墙已经毁损了。对于这摆事件，三立电视台发声明，系实的讲会负起这个赔偿加法律的责任，也个协助伤者后续处理。也讲这司机的出勤甲休假正常，不过有关事故原因，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内部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来检查采访的勤务，也个这个用车管理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这烧甲乌乌，就是顶礼拜五伫板南线列车内底乘客所在，家己烧起来行动电源，当时行动电源庆演时，旅客用灭火器来灭火，乘客拢惊一个。不过伫一礼拜内，国内外拢有行动电源伫地铁系统，家己多起案件。日本东京地铁，伫美国线2早起也传出车厢内底行动电源导火，也一度全线停开，加载无人伤亡。过去3年，台北捷运发生过5起行动电源自燃案例，因此北捷宣导搭捷运就不要使用行动电源。亲像卖票大厅、询问处进入闸门了后，拢算是进入捷运系统内底。台北捷运请旅客莫去使用行动电源来充电，另外也特别提醒讲，若行动电源有变形，也佮碰起来烧烧就莫炸，避免危险影响公共安全。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保管不慎，因此而发生的火灾，造成实质影响的公共安全的情势的话，我们将予以依法就办，并且求偿。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吧，如果刚好这个时候需要充电的话，应该也还好啦，因为好像捷运也不会太远。全台铁甲高铁对行动电源规范拢是必须爱随身查到。高铁提醒旅客充电时，手提到还是放伫桌顶，保持紧看到状态。若有伤小者各样爱随停用。台铁规范是袂使放伫行李内底，也莫哪充电哪使用，避免摔坏也佮讲到。台北捷运讲，这虽然只有航空业者规范飞行时袂使充电，也佮评估安全风险大，所以讲首先宣导坐捷运来禁用，也希望交通主管机关按修法来规范。将燃烧中的行动电源置入水桶中进行降温，避免再复燃。也来办业人员拄到旅客所在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不接除了随报警的，及时来出动站务人员，用长点甲电源规个浸伫冷水水桶，快速降温，也使避免佮倒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消防车好好桥大楼的楼尾顶已经规个倒火，高雄高山这栋26楼悬登咧起的大楼，2、3饭店强对楼尾顶倒火烧起来，因为大楼顶悬拢是高倒火绑膜，4颗连灯嘛拢是大楼徛家，火愈烧愈旺，火车佫一直往渗过来，附近住户看办事唔对，拢赶紧走出来外口。我们就是有听到嘣爆炸声，我们还以为是什么天冷了掉瓷砖，然后开始我们大楼就有人在喊了，就是顶楼起火了。有住户通报，我们再赶快跑下来看一下。我现在是很怕它火掉下去，刚刚我们就在它后面下面。因为火烧的大楼也搁咧起，消防设施报告，导火所在搁伫咧26楼，分推车水拍袂到，路尾是靠消防队员称25公斤重的装备，对1楼救水线爬起的26楼拍火。消防局表示，大火伫咧2点钟来拍花，火势无摊开，嘛无人员受伤受困，详细导火原因搁需要等待调查。我们有升云梯车做涉水防护，那也有临近大楼部分也有利用他们的室内消防栓涉水做防护。工地人员有表示说，燃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吗？我们上去看的内容，我们上去看的是一些杂物跟一些板材，因为这是施工中的一个工地。因为分推车无够悬，最后是靠25个消防员救水线爬起的26楼拍火。消防局表示，目前高雄50米的分推车有7台，30米的有20台，会当请到20楼以上的70米分推车，按算11个要交车。高山区这几年大楼建案真多，一栋比一栋悬，要安怎来面对大楼的火灾，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
来看这条，敢是有无名早晨嫌疑呢？伫咧屏东潮州有一间民宿的头家，伫面册顶头发文指控讲有同行的，甲伊租转运站附近的这个民宿，本地客户拍5年，落尾有纠纷，2年前就无做啊。不过对方伫网络顶头的相关资料拢无摕掉，准备要甲告。啊，那对方是买回讲是卖记，毋是挑工的。 这间民宿就伫潮州火车头附近，生意袂歹。头家煞伫社群顶面发现，共一间民宿有别人搭文做广告。原来对方是同业，3年前捌甲因租过这间民宿来经营，因为发生纠纷退租。不过对方伫社群面顶的资料无摕落来，只要伫网站敲吹出现的，又搁是厝脚业者的电话资料，互伊感觉影响到家己的生意。就赫然跳出来，他还在上面哦。 就2间了，我就赶紧点进去看，然后就非常气愤了。他已经盗用我们的那个民宿招牌，然后盗用1年多。董事人才生气，认为对方既然退租啊，就应该把广告摕落来，才袂互人客分袂清楚，影响到因的生意，有侵权和冒用商标的疑虑。实际找网站已经无相关民宿的资料，询问另一方业者，伊解说社群看到的，拢是当时亲情斗推广的大文，退租了后袂记你抬掉，是原本的头家甲讲，伊才赶紧摕掉。当时我确实1个月4万跟他承租啊，那时候确实我们有把招牌放在民宿上做使用啊，那个都是当时 FB 的一个分享在个人脸书的贴文而已，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网络商业内容啊。因为潮州火车头附近闹热，是真侪前往恒春垦丁佚佗的歇困中站，所以这的民宿生意拢算袂歹。双方业者嘛无料到讲会因为店名和租约的问题引起纠纷，当事民宿嘛已经报案，争取家己的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讲到这无人机已经是战争必要的工具啊，国防部要采购20多万只无人机引起关注。也那咱国内业者呢，正达建设科技伫今日宣布，和美国2间公司合作，要伫台湾建立飞航供应链，打造军规的无人机，争取国军也有国际订单。 现场一群电视3台无人机，分别有精索打击能力。这是美国军工新创公司 Firestorm 透过3D 列印打造的主力无人机。因应现代战争，无人机是袂使欠缺的重要战力。国防部要增加购买，国内业者嘛传好伫等。民间厂商正达建设科技宣布，甲美国的 Firestorm 甲 Elcom 进行3方合作，透过整合 Firestorm 的3D 列印技术，正达在地生产力，也个 Elcom 的导协通信甲指挥控制，伫台湾打造军规无人机，建立飞航供应链。Where you could potentially have folks targeting your enemy, targeting your means of production. If your means of production cannot move, you're a sitting duck, you're a target. We like to think that our XL solution provides a resilient defense manufacturing posture for our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would create a big opportunity for Taiwan, in fact, to hav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over here in Taiwan. 针对台美合作落实伫台湾生产 ，Firestorm 表示，台湾是重要盟友，尽力协助提升国家韧性，降低战争的可能性，确保台海和平稳定。Firestorm 上大特色是挖靠 XCell 的行动制作平台，利用货柜运输，会当前线生产克服后勤补给的缺点，快速交付武器装备。针对国军要购买20多万台无人机，正达证实台美打造无人机会争取订单。它其实最主要优势是，它可以把它运送到战场的前线，那直接在前线，在几个小时内，我们就造出无人机。国军需要的部分，我们当然一定是优先的会去争取，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强调我们是在台湾在地生产。两方若发生冲突，咱方是不是有在地生产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扮演决定胜负的关键。国内业者透过甲美方企业战略合作，除了上准国际市场，嘛要为台湾的国防尽一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面对欠水一个气候异常，这水利署推动计划，将化石部供水，其中站文南化连通供工亭会当连接到站文水库、湖山头水库和南化水库，和嘉义台南高雄的水资源会当互相调度。而且最近嘉科、南科、高雄等所在呢，拢有科技厂来进驻，在连通了后呢，有机会提供水资源，打造大南方新世国。
南台湾的供水最近几年是面对真严峻的挑战。2020年，全台湾的降雨量大减，先后面对五霜雨季提早结束、热天无风台来台湾这因素，台湾的雨量对2020年的6月一直到2021年的5月，达成1910年以来上少的，会使讲是100年的大可慌。另外，经过停止这限水措施嘛，限制产业的发展，为了应对，经济部水利署开始推动金珠全计划，实现区域水资源共享。一条水管救了全世界，可以将曾文溪以北的曾文跟乌山头，跟曾文溪以南的南化水库，把它串联起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发生很高的调节作用。在行政院长杜英台见证之下，站文南化水库连同港工程23正式通水启动。工程建伫站文水库甲南化净水场之间，差不多25公里的输水管线，设计双向供水系统，每天上大的输水量会达到80万吨这么多。另外，最近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正兴，有希望变做大南方新设国的水资源靠山。台南跟高雄这样加起来，就以这一次的连通管影响的范围的话，大概每天大概30万吨。越先进的制程，也就是说它的，就是说像2奈米厂，或者是到之后更先进的制程的话，其实它用水量的提升，就会是指数级的成长。专家分析，包括半导体、IC 封测等等，拢是用水量真悬的产业。内面半导体业需要的供水重点是伫稳定。连通管是当帮助电子厂渡过南部可换期和大水期的特性。水利署嘛强调对民生农业将有帮助。因为南化水库主要是民生供水嘛，如果增文支援南化，也许这一块我们就可以支援。乌山头水库主要是农业用水嘛，那南化水库的水送过来，那当然在农业用水这一块就可以获得缓解嘛。水利署解释讲，大台南地区公共用水拢是挖靠水库的供给，站文水库和乌山头水库本地供水的区域是包括嘉义和站文溪以北。今麦连同管串联之下，会当把站文水库的水源调度到南化净水场和高雄地区的净水场处理了后，民生和农业用水就会当扩大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新任董事长苏家全今仔上任，伊表示讲，无论两化精髓安怎起起落落，海基会存在核心目的，就是替民众解决问题，为交流保留空间，为和平累积条件。也强调讲，这交流绝对毋是让步，还有对话展现自信，恢复两化常态化的交流。那刘委会主委邱水正今仔是去参加小三通25周年座谈会，针对到这禁团令当时会当来解读，伊也讲目前去到中国是高风险，还有中国若做有善意恢复两化旅游，就应该要赶紧来回应台湾的邀请，透过小两会进行协商。只要对岸领导人有心把人民放在首位，透过两岸两会务实沟通，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对话、不能解决的问题。海基会23召开临时党干事会，正式选出前立法院长苏家全来出任新任的董事长。伊除了感谢大总统的托付，嘛希望对话展现自信，恢复两化常态化的交流，嘛无被记得提醒台商爱做伙守护民主家园。交流绝对不是让步，沟通也不是退让，而是为了让冲突不必发生，让问题有机会被解决。同一个时间，提供两化旅客往来小三通启动25礼拜的时阵，刘委会主委邱水正嘛透过座谈会表示讲，小三通已经唔那是简单的交通航线，更是稳定两化关系，促进经贸繁荣和维护国安的三位一体。必须要在有安全的环境，才有和平的可能，有和平的可能，好，我们才有可能发展。但即摆咱国的禁团令还未解，中国最近公布来台旅游示范合同，写出中国游客来台湾的相关旅游规范，宏解脱讲是中国游客来台观光旅游的关键一步。但观光署和刘委会中心若有善意要恢复两化的旅游，应该较紧恢复咱通的邀请，透过小两会来协商。我们在2025年的2月3号曾经给中国大陆一个函文，就是说两岸因为已经5年没有互动了啊，包括我们建议台旅会、海旅会针对两岸的旅游品质、旅游安全、旅游稳定性跟公平性啊，能够坐下来谈。邱水正嘛强调讲，即马去中国防攀查、限制自由，甚至失踪的个人数字是一直在增加。2025年阁是前一年的4倍，呼吁个人爱登录系统，若是发生问题，政府才会当随来到3天。记者综合报道。
有调查指出，讲2025年年尾奖金平均是1.58个月，是15年来上介悬的。其中，这金融保险业发比到2个月上介济。若电子科技和半导体产业平均是1.73个月，服务业、旅游和教育出版大概拢是1个月。AI 长时行，互订单嘛对得起用。伫咧真出名的科技大厂做制停工程水的嘛，一工平均做12点钟，虽望工课压力是有够大，不过领到的年底奖金是互人有够新鲜。目前任职于科技厂，那是生产线相关的工程师。年终分红就受惠于 AI， 比往年再多发1个月。不过来看传统产业受到关税影响，年底奖金缩求水。我在想说，我们往年大概都会发1个月的年终，那今年可能没有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根据人力银行统计，企业平均年底奖金2022年1.34个月，2025年来到1.58个月，是15年来上悬的新纪录。也拿年底奖金上悬的产业，第一名是金融加保险，有1.97个月；建筑营造和不动产相关的1.79个月，其他的像讲电子科技、运输物流，还有医疗照护等等产业，嘛拢有超过1.6个月。其他像讲一般的服务业、旅游休闲，年底奖金煞较后尾，尤其教育出版的年底奖金，敢若0.88个月。公共设施它也算是在营造业的部分，那在今年也有一些公共设施在跑。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因为呢，像是不动产产业在今年的状况不一定那么的理想，反而他们会需要呢用更好的福利留住比较好一点的人才跟这个业务人员。人力银行表示，2025年有65.4%的企业表示会发年底奖金，敢若7.2%的企业因为赚的平按算会更较歹，确定无发放年底奖金2款样，是毋是过年了后会有换头路的趋势？要个等待评估。公司新闻由严竹、郭俊林台北报道。过年前若准备大饼扫，会当趁一几工。对今仔日日时开始呢，这强烈大陆冷气团豆豆检测温度有回升，到后礼拜一拢是好天的。不过后礼拜二开始又搁变天啊，变作是湿搁冷的天气。拜五透早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6.6度。不过气象署讲，日时强烈大陆冷气团就会开始减弱，各地拢会回温。会当看到日头，但是因为遮方面的关系，所以北部和东半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雨。要到礼拜水气才会减少。那到了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汽上开始会比较明显减少，所以各地都回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像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那再来就是说，从下礼拜二开始的话，我们预计是会有一波锋面会有逐渐通过，那随后就是会有一些华南水汽开始有逐渐东移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降雨的一个区域上都是有比较明显增广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温度回温到后礼拜二就搁要变天啊，到时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加上华南水汽，气温会降低，全台湾水汽也会增加，预告新的冷空气会赶到后礼拜4。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会是未来这一周相对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时候，在各地的高温上都是可以来到24到26度左右，算是相当的温暖。那但是到了下礼拜二之后的话，随着另外一波冷空气逐渐南下之后，我们可以要像是在北台湾地区一个温度上来讲，开始会有比较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形。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像在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时候，整天气温大概就是不超过20度。因为剩3礼拜就要休过年，家家户户若要大饼扫，就要把握24、25这礼拜6礼拜的好天。气象署预告，接落来假日大部分拢会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敢会亲像这礼拜6礼拜回温搁好天，爱搁观察，会当注意气象署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今年过年休假工是对2月14开始休到2月2日，提醒有慢性病定期伫咧领药的朋友，1月31开始呢，就会当先去领这慢性处方笺。过年期间呢，全国13个轻急症中心拢有服务。后个月2月就要过年啊！过年期间，民众上惊要看医生，也是领药病院，也是药局无开。从过年2月14至2日有9天的连假，
卫福部今年头家甲慢性病处方针，过年前提早领药的时间对10天延长到14天。慢性病患者上早自1月31开始，就通到社区药局还是医疗院所去领药啊。也若是像感冒发烧、胃肠的问题等等，全国有13个轻急症中心，让民众免拢走对急诊。那这13个中心在春节期间呢，除了除夕跟初5以外，其他9天中有7天都会提供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药师公会联合会提醒讲，针对慢性病处方针安全领药啊，毋是讲看药单建议的领药啊，日期压伫咧过年期间就通提早领，这定定会造成误会。实务上是对民众药啊食了的时间，若是伫咧过年期间才通提早14天领。药师嘛表示，若准病院伤远，其实民众嘛通到社区药局来领慢性病处方针的药啊，毋过就要先问看需要的药啊，药局敢有。比如说医师开药的日期，好，然后他就是开慢签是开28天的时间，好，所以说上次领药的那一天日期去加28天，这日期假设是落在过年期间，就是2月14到2月22之间，那这张处方笺就可以从1月31起开始领药。若是讲像心脏的药啊啦，还是胆固醇的药啊吼，一般拢有啦。啊，若是讲像阮兜较特别啦，就是讲若有的人是领一寡较精神科的药，还是讲困眠的药啊，这阮就无囥啊，阮拢是收到单的时阵，嘿，才会甲你叫安尼。啊，其他的药局有可能有库存，嘿，就是爱问。药师公会联合会表示，若准民众无确定当时会当领药啊，嘛通药单提来去药局请教药师，为着要鼓励医疗院所伫咧过年期间营业服务民众，健保署今年嘛投入奖励费用大约16亿，希望鼓励医疗院所甲费用分配予第一线辛苦的医师人员。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过年特别教话一寡人的贼仔成长的猫啊，台中太平呢有一个查甫人，昨下晡就摕10多公斤的假黄金去金仔店想要甲卖掉，不过业者检测了后，发现讲这黄金拢是假。工会表示讲，干那一个月伫台中已经有10多件类似案件，好民众含店家拢爱特别注意。查某人用鸭仔底看到敢若黄金的物件入去银楼买鉴定纯度，啊，毋过头家一个看，感觉色水毋对。金仔无紫色嘞？金仔无迄色吗？无啊。有高底吗？有哦。我无这物是嘛几啊？无诶，因为那个颜色因为色泽很差很多嘞。查某人的口气真怀疑，佫摕真侪无共造型的假黄金，要求店主看好详细。头家以公普仪分析检测，确认是新铜合金。查某人最后只好离开。代志是伫22下晡，台中太平这间银楼，查某人摕差不多10多公斤的假黄金，好亲像想要卖。正常的话，我们收到条块就是方方正正，比较精致一点，但它自己融的就会变成是比较粗糙。黄金的价小创下新关价，23色金每一钱卖出价已经到台票19700块，无少人拢想要脱手换现金，店面会用真侪种方式来确认是不是纯金。如果不是金的话，它稍晚会出现绿色啊、红色啊、黄色、绿色都有可能，就是其他金属的颜色色泽出来。如果说是纯金的话，那它色泽是不会变的。纯金烧过降温了后，会阁变转来黄金色，毋过含锾甲钨这个合金就较歹认。若新铜合金烧过了后会变乌色，为着避免争议，店面拢会使用公普仪来分析。工会表示，最近类似的案例真侪，这个月伫台中市知影的都有10多件。没有被骗的比较居多啦。OK，被骗的也是有，被骗的有的上当的人家不愿意曝光了。实施诈骗哦，已经达到着手的程度，所以以刑法的规定，就是会有未遂的问题。那诈欺罪也有处罚未遂犯。律师表示，这个查某人最后虽然无骗过面，不过也是有可能牵涉到诈欺未遂。虽然头家坚持无报警，不过检方也是会当主动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通园公立的灵骨塔使用率去年底要到7成，为着要提高使用率，市政府宣布，不管这户口伫倒位，树葬拢免费，也会发各奖励金，鼓励来甲祖先改做树葬。伫咧土骹挖一坑，将往生者的骨灰倒入去暗土，搁再献花，家属双手合十，用虔诚的心祭拜。这是桃园上大新开放树葬的杨梅生命纪念园区，另外阁有路德、龙潭以及
大园总共4大树种区，环保种的数量对113年1600外位，成长到去年的1700外位，少年人接受度真高。为什么选择树葬？因为是基督徒啊，我们没有烧香，没有拜拜啊，也没有什么灵骨塔那些，我就选择树葬。就是这样最环保。这是往生者他自己的遗愿呐，他说要选择树葬，简单环保。因为观念改变，土葬率逐年下降，火葬已经是主流。桃园公立灵骨塔使用率去年底已经达到68.57%。为着提高灵骨塔使用效率，民政局积极推广环保葬放零收费的限制。无论亡者户籍是不是伫桃园，只要申请树葬，全部免费。依照我们桃园市的死亡人口的统计分析呢，目前呢有超过1/10以上的民众呢是身后事呢选择环保葬。目前我们的桃园市呢有4个区，有5个树葬区。民政局表示，目前桃园提供环保葬的部分有海葬和树葬。海葬由顶半年1场，今年增加到顶下半年各1场，提升参与的便利性。嘛，同时启动环保葬鼓励金发放计划，到预算用完为止，民众只要将放伫个公立灵骨塔的骨灰刷出来，改用环保葬，就会当申请鼓励金2万块加1万块。公视新闻詹淑云桃园报道。来看高雄内门的野心动物学校，则开始试英文名开放式的园区设计，声真侪民众要来看动物。有民众要看这只野兽，找几步找拢无，才发现讲已经爬去树仔顶啊，也好奇讲这敢会选出去咧。园区表示讲，园区针对动物的特性来做丰富，而且爬树仔是伊的天性，请大家放心。他刚爬上去了，对，他被抓下来。保育员动作温柔，真细致，甲爬起伫树顶的只野兽摸落来，一扛起伫树顶，又搁开始四界爬。最近有民众来高雄内门的野生动物学校，要看只野兽，找几步最后才看到只野兽已经爬起伫1楼高的树顶。民众好奇，安尼敢袂选出去？动物园讲，爬树啊是以佚佗的方式，且民众唔能烦恼。它的树就是往上而已，它没有办法再离开其他地方，所以它只是在它的家，在下面玩到1楼、2楼、3楼玩一下，然后我们的饲育员在做引导的部分，那个饲育周就会马上下来。动物园表示，因为园区是开放式的设计，各大动物的厝拢会针对因的特性去做防护，亲像河边、河狸、蚊鼠的挖坑，因伫土地都带2下的网仔，避免惊走出去。野生动物学校17开放网络登记试营运，已经全部拢公主文满。专工带囡仔要来亲近动物的家长讲，无论是环境还是活动体验，确实甲其他动物园真无同。足特别的，我别个动物区无狐狸通看，还是希望讲伊来当行迄个动物较亲近一点，卖惊安尼。每个展区也都会有保育员在每个展区来做我们的动物的一个故事的解说，希望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到内门野生动物学校的话，可以是在一个尊重动物，然后来用一个比较亲近的方式，可以来认识这些可爱的动物。动物园表示，内门园区虽然强调会当做活动的体验，不过为着要保护动物，拢需要现场排队，而且有限制人数，爱遵照保育员的指示，请民众体谅。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郭永昌报道。伫咧台东正设起来农民呢，伫咧这个往来设起来果子树顶头，搁再改接传统的大木设起，等于讲一丛果子树会当有2种设卡挺好收，咱做伙来看卖。台东镇往来石屉本来就像接基伫一般石屉丛顶头，一年就会当收成。不过即摆往来石屉外销中国，拄着高关税问题。另外，中国嘛家己会当生产6000外公顷的往来石屉，销路是一年较少一年。4年前，大人甲大木石屉咧接基去往来石屉丛，互一丛往来石屉树会当同时阵采收2种石屉果，所开的成本共款。不过会当分散外销往来石屉无顺利的风险。套袋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木释迦，那这个就是凤梨释迦，所以一棵树我有高阶，就是有大木释迦跟凤梨释迦。做细人讲，以早大木石屉种一架地，一年大概会当收1万公斤，往来石屉会当收12000外公斤。接基了后，一架地一年总共会当采收2种果10000外公斤，数量变动虽然无大，不过收入会当变棒。即马政府已经对石屉咧管制出口，呼吁农民唔通国家技术炸去中国。我们也针对比较技术性的这些关键技术性的栽培技术，我们也
很少做重要的一个或是大量的一个发表。石徛龙讲，往来石徛丛接基大目石徛，其实真重视地形甲气候条件。大东管2000多公顷的往来石徛，可能干那一半适合这种栽种方式。要种出好果子，并无遐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唔管今年好过歹过呢，伫咧2、9暝迄天拢爱互伊澎湃澎湃。过年要到啊，大家呢开始传过年的物件。不过对于这独居或者是弱势家庭来讲，开钱买年菜是真大的负担。真侪关怀协会也拢开始出手援助准备年菜，希望互这弱势家庭也当好好啊过年。玻璃材料爱放咧马牙，到轮边角。摕到年菜，阿嬷真欢喜，已经开始想要安怎料理啊。雄雄心肝头丢一个受到过身的后生，强要哭出来。哦，恁关心我，我无。没啦。老人福利关怀协会趁过年进前，伫咧网架分年菜，予80几位的时代，现场阁有剧团表演，予时代有食，阁有笑。有鱼有肉哦，米糕哦，甚至今年阮阁会加一寡即个蔬菜哦，有长年菜，有菜头，嘛有各类菜。现场由退休的剃头师傅来义诊，因家己创一个100多人的群组，伫退休了后，全台湾行透透做好代。退休了后想讲出来做一下公益啊！台湾省走透透，新北市啦、台北市啦，包括下港啦，阮拢有啦。过去俗语讲，囡仔欢喜过年，大人烦恼无钱。中华家福中心逐年拢会募年菜予受助的家庭，但是今年因为猪肉、菜色拢起价，一道年菜对1350块。起到1500块，目前年菜募款还阁差一半。咱中华家福拢总有1700户，3000几个困苦家庭的囡仔，每一年拢爱募上少250万以上的年菜。目前阮募起来讲，已经差不多有4、5成，还阁差一半。中华家福中心帮助的家庭有单亲、身心障碍者、阿公阿嬷、带孙等等。买年菜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笔真大的开销，望大家会当做伙响应年菜捐款活动，互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欢欢喜喜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进前拢爱大饼扫，这消防单位也提醒讲，一寡无爱伫的锂电池，亲像是旧手机啊、行动电源，也爱做伙清掉，唔通囤踮厝内。每一个时期，拢有一支手机啊，陪咱行过人生无共的坎站，内面有珍贵的相片记忆，真侪人会唔甘甲单掉，收伫咧盒仔内底。毋过你敢知影，即寡旧手机啊，你就算无去甲伊叮当，无开机，嘛有可能家己烧起来风险。消防单位无建议甲即寡锂电池的物件留伫咧厝内。本身我们电池，尤其像一般的锂电池，当它里面的基板或是一些受潮，造成一些故障的情形，它就可能在内部造成了一个电池的一个自燃或是失控的一个反应。消防单位提醒，即马电路、电池的产品到造成火灾有分2种，第一种就是锂电池的产品，亲像无线的启动器、行动电源、手机啊、电动机车等等。即寡锂电池一旦转湿或者是烧掉，内部结构受损就会失控。另外一种就是小拍电，亲像电风、生命灯和电视、抽湿机等等，内部绝缘线已经必损，就会造成火灾。我们可以去摸一下电线，正常的电线是不会有太高温的情况，因为太高温你就会造成那绝缘皮肤会老化、会裂化，那造成它的破坏的时候，它就可能会造成电线的一个短路。过年要到啊，真侪人会大摒扫，消防队提醒民众一定爱甲即阵啊无要爱的电器单调，旧的无走，新的就袂来。甲处理的环境用好安全，唔通互消防人员冒险从你去火场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抓风车368之动艺术工程今年是第20年咯，今年也有含这纪录片的导演来合作，因希望讲伫咧20周年特别演出当中，甲这纪录片播送予民众来看，因也招民众做伙来照顾咱后一个世代。唔惊上头灵，勇敢业务去挑战。东极科技冒险公司是抓风车每一场368之动艺术工程的开场表演，希望传达相信家己坚持到底的精神予囡仔。抓风车嘛邀请导演杨立秋，用5年的时间，甲剧团的演出过程拍出纪录片，把握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一场演出。好，来吧！谢谢大家一起哦，我们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坐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20年来累积812场演出，167万的观众，互艺术打卡到所有乡镇甲离岛。今年20周年的特别演出，就伫咧拜六，顶半场是剧团的经典演出，下半场要招民众总会来看纪录片。希望营造台湾这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那纸风车走的路，就是我们讲的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我们把这样这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让在全台湾的孩子分享，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坐风车强调368儿童艺术工程，互外顺延这多年来，坚持唔摕政府的补助，因也希望为着要互囡仔看戏有舒适的椅仔、号码、甲流动便所等等，所以成立椅仔会，希望招民众寄付支持，做伙照顾台湾的囡仔。咱用民间家己的力量，会使为咱的囡仔来看顾咱的囡仔，所以咱家己来捐款，家己来演出，来互咱囡仔免费来看。每一个368乡镇的囡仔，拢有机会通去看到咱的表演。坐风车表示，为着要互艺术的能量拖到台湾满世界，368儿童艺术工程会继续坚持做落去，互创意、美学甲关怀的精神，成做实际的社会实践。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咱继续来看这西班牙，因为东南部墨西亚地区日前传出一台通勤列车和天车相撞意外，加载民众只有轻伤。这站意外也是45人死亡的高铁相撞事件了后，5天来第4站的列车事故。这铁路工会按算后个月初9要大罢工，要求资方爱护铁路员工和旅客坐车的安全保障。互吊车吊手夹到的这台通勤列车，车身规片玻璃拢碎去，车头嘛有明显去下弄到的痕迹。好加在列车无阁发生严重败马，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将伤者送医。事故鉴定嘛处理完了后，列车还可以当家己开转去车厂。这是伫18南部安达洛西亚地区阿达莫斯高铁小龙事故了后，短短5天内的第4件铁路列车意外，拢总造成46个人死亡，至少187个人受伤。本来比起来安全性较悬的铁路交通，煞雄雄修炼线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西班牙全国笼罩哀伤的气氛。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火车司机为了爱资方会当改善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所以发起罢工。估计对40万的旅客，因的出外会造成影响。Molts anys que hi ha aquesta batalla i crec que els usuaris ens mereixem realment un servei digne. 西班牙上大的铁路工会也计划要伫后个月初9至12进行拢总3天的大罢工，要求必须爱护铁路员工甲旅客完整的安全保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移民局伫咧明尼苏达州非法掠移民，搁再引起争议。一个敢若5岁查甫囡仔20下课时阵，却含老爸拢互掠起来。律师强调讲，这个血案呢是2024年对厄瓜多来到美国，而且有照庭书走找庇护的。5岁拉莫斯放学了后，和阿爸斗阵回去，特别到厝啊，雄雄出现一阵野枪兼抗面的执法人员，先甲因老爸掠走，煞尾搁甲拉莫斯带去后门，爱伊弄门，迄时拢无人回应。探员就甲拉莫斯带去车顶，甲送去德州的拘留中心。代志发生的时阵，住伫附近的厝边拢走出来看，足侪厝边拢讲愿意照顾囡仔，昆车探员唔通甲囡仔惊着，毋过探员拢无咧听。Heard one neighbor say, I live in this house. I'm part of this family. I can take him, let him come to me. I heard another neighbor on the other side say, I have the forms. His mom signed the forms. Let me have him. I know him. I know him. I kept saying, stop, wait. He can go with us. He can go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n they took him over to the car and he was just standing there. And then they quickly put him in the back seat and drove away. 5岁囡仔爱卡网、直播啊、惊吓相片，互大家拢足关心的。毋过嘛加深外界对 ICE 恶质的印象。国土安全部伫咧 X 发文澄清，因掠的人毋是囡仔，是伊非法外国人身份的老爸，而且佫讲，这个老爸被掠时阵，家己甲囡仔放咧拢无咧顾。拉莫斯因兜的代表律师2日对外表示，因规个血案是2024年为厄瓜多来美国寻求庇护，遵守所有的程序，嘛无逃避 ICE 的调查。代志发生的哥伦比亚高地公立学校学区督学史登维克召开记者会，就讲学区最近这2礼拜，包括拉莫斯在内，拢总4个学生互 ICE 拘留。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天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1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